小朋友同大朋友，你哋好。今日福音講到耶穌帶住伯多祿、雅各伯同若望上咗一座高山，喺佢哋面前，耶穌忽然變咗樣，面好似太陽咁發光，衫都變到潔白發亮。之後梅瑟同厄里亞出現，同耶穌講嘢。伯多祿好興奮，話不如喺度搭3個帳篷，大家留低唔好走。但突然有一朵發光嘅雲遮住佢哋，天上有聲音講：呢個係我所愛嘅仔，你哋要聽從佢。門徒嚇到伏喺地上，耶穌走過嚟，叫佢哋唔好驚。當佢哋抬頭時，只見到耶穌一個人。落山時，耶穌叫佢哋暫時唔好將呢件事講俾人知，直到佢復活之後。呢段福音叫做耶穌顯聖容。本來門徒見到耶穌平時好普通，但喺山上佢哋睇到耶穌真正嘅光榮身份，佢真係天主子。天父仲親自講：你哋要聽從佢。四旬期有時好似上山一樣，要靜落嚟祈禱，同天主親近。伯多祿好想留喺山上，因為好舒服、好光榮。但耶穌最後都要落山，繼續行十字架嘅路。即係話，我哋唔可以只想感覺好開心，仲要喺平凡生活入面聽從耶穌。我有冇真正聽耶穌嘅話，定係只係揀自己中意聽嘅？當生活唔順利時，我會唔會仍然相信耶穌係天主子？四旬期提醒我哋，先上山同主相遇，再落山活出信仰。主耶穌，多謝你向門徒顯示你嘅光榮，求你幫助我哋喺生活嘅高山同低谷都聽從你，俾我哋信心同勇氣，跟隨你直到復活嘅喜樂。亞孟。